接下下来看我们嘅专题报道，野球是在讲喺台湾影响台湾亲慈美运动。就算唔係專業嘅球員，佢當然也會好打，也算13年也會去到打擊場去試看下喎。佢好打野球嘅視眾朋友，因為也是在來享受打球嘅樂趣。今日路來看下是木鋪嘅鄉親，用嚟實現因哋嘅野球夢。野球選手拿球棍打球嘅唔過詳細看啦，除咗投手同捕手以外，打球嘅人同守備嘅人都帶起木嘅味，也就是木鋪人野球。打木鋪人野球嘅單單都係視眾朋友，唔過未會有一般人來參加。比到廣東，大家球員都愛帶木嘅味，亦都球員物界就看唔到，行愛騎球棍打球嘅同防守。也是這2公里某走的項目就是不一樣的關鍵。對它困難的地方就是在於說你要往哪個地方去跑壘，然後手背你要聽那個停球的位置。也係以後上嘅阿伯琴本來係一個日本料理師傅，因為是神經萎縮，甚至到下後冇做看唔到，其實同自家控制自家嘅世界都唔同人交臂。2年前開始明到木鋪人野球，佢也對夫婦啱啱嘅人生行出了嘢。其實剛開始還沒打球的時候，其實是整天都悶在家裡，跟他們接觸之後，就比較能夠接受自己是那種視障這樣，不會說好像就視障就只有我一個人而已。對一個中途失明的視障朋友而言，過去可能他會，但是在失明之後，他什麼都忘掉了。盲人棒球變成是一種讓他重建非常重要的一個類似復健運動。現陣球員都看唔到，愛打木鋪人野球加當難也加當危險。同一般野球只冇共樣嘅，就是投手得球嘅，愛向出嘅吹球來打；防守嘅係對方嘅球員。壘包爭1壘同3壘，打球嘅人愛騰上來打，行個走。中等先奪到壘包就得分，係講對方先接到球嘅就出球嘅。故作按到球員愛丟搭就當重要。不像一般棒球是需要那個繞圈圈這樣跑的。對，所以變成就是，其實我們這有點就是在跟對方在比速度，誰的速度快就比較佔優勢這樣。在視障運動裡面，要有一個很多人共同完成的運動，其實沒幾個能夠是團體的，大概就只有盲人棒球的團體是最大的。對於到視障朋友來講，做乜嘅下下都有人天數，行卡唔是想愛運動，故所喺木鋪人野球當中，加到要在個同心心建立起來，認識嚟行卡同嘅朋友，強化享受打球嘅出汗嘅強樂，未打出人生勝利嘅好球。下個新聞，譚記雄時期台北報道。